今天带您到屏东丰田国小上一堂不一样的美术课。美术老师钟秋斌，他把客家元素融入了美术教学当中。举例来说，如果要做版画，主题是新丁版，教孩子认识客家米食文化之后再作画，带您来看看。 画那个一只乌龟里面的装饰。小朋友低着头认真的制作版画，但仔细瞧会看见屏东丰田国小的美术课很不一样，因为老师钟秋斌把客家元素融入美术教学当中。像今天要做的版画，就是客家添丁时重要的习俗新丁版。 好，来，这个是我们在客家地区，像你们家里的阿婆啊，是不是很常看到他们做板的模子？先介绍客家米食文化，让小朋友在学美术的过程当中更了解客家。像你就是把蓝山的扣子当做你的乌龟的造型，然后把桐花当做装饰，对，然后到时候印出来这只乌龟就很有客家的特色了。 小朋友自由发挥，天马行空，做出来的新丁版各有特色。本来只有黑白两色的版画，因为不同的客家元素，让它更有在地特色。HAKKA 是客家英文的意思，然后我本身用桐花当成这个版画的主题。 版画变成了小朋友认知中的客家世界，因为钟秋斌常常会带着小朋友走出户外，了解客家建筑、客家产业、客家文化，所以不论是版画、水彩还是拼贴，不同的创作，小朋友都能呈现客家风。像这一件作品呢，就是我要引导孩子认识我们整个台湾的客家地区的特色，比方说像我们南部有宫炮城，有美浓的纸伞。 在客家氛围里创作，小朋友的创意源源不绝。钟秋斌说，他自己不是客家人，但是内埔是传统的客家庄，所以他希望客家文化也能够向下扎根。平常小朋友对于客家不是那么认识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发现了以后，他们会发现说，比方说我讲到蓝山，他们就知道说蓝山的特色有扣子。钟秋斌教学活泼，教材多样化。 他用热情丰富了艺术殿堂，也让客家结合美术的种子，在客庄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。黑白交错间，新丁版有最欢喜的滋味，其彩色块里，客家庄有最迷人的风情。孩子一笔一画，体会美术老师的用心，勾勒最美的感动时刻。